刀劍既係冷兵器之首，亦都係科學技術同生產力嘅標誌。中國明代倭寇一度喺東南沿海橫行無忌，戚家刀點樣令佢哋聞風喪膽呢？事實上，戚家刀曾經大敗於倭寇嘅日本軍刀之下，但係後嚟又點樣反敗為勝呢？喺人類嘅戰爭史上，隨住火藥同埋槍炮出現以及發展，冷兵器開始被淘汰。不過冷兵器曾經喺歷史上嘅輝煌不容遺忘。刀劍作為冷兵器嘅傑出代表，帶有強烈嘅時代特徵，極具歷史價值同埋藝術價值。從抵抗野獸到戰場上嘅奮勇抗敵，刀劍都伴隨住人類走過咗漫長嘅歲月，留低好多傳奇故事。而明代嘅戚家刀就記載咗一段中國古人抗擊外來侵略嘅戰爭史。喺公元1556年，一位叫做戚繼光嘅將軍被派到中國浙江省，主管住沿海一帶嘅防務。戚繼光出生於1528年，山東省蓬萊人。佢出身將門，由細個就中意軍事，最終成為咗明朝著名嘅愛國將領。當時嘅明朝社會經濟發達，處於沿海嘅浙江更加係物產豐富，人民富足。隔海相鄰嘅日本反而處於南北分裂、群雄割據嘅戰國時代。好多戰敗嘅武士被逼流亡到海外，經常糾結團伙喺中國沿海走私搶劫。當地人稱佢哋做倭寇。大批嘅倭寇手持住長刀利器，戰術詭異，闖入咗浙江台州一帶，焚掠海邊嘅漁民百姓。明朝皇帝只好派出大將戚繼光前往征討。喺中國，明代嘅火器發展逐漸成熟，遠射嘅火炮基本上取代咗弓弩。但係步兵使用嘅火器好似係鳥筒等，因為裝填費時費事，並唔係太實用。刀弓箭等傳統嘅兵器仍然係步兵嘅基本裝備。當時倭寇用嘅武器只係由中國傳入嘅日本刀，但係明軍竟然第一仗就大敗而回。究竟當時倭寇點解能夠以寡敵眾呢？戚繼光喺日後回憶呢一場戰爭嘅時候話，單係倭寇手上面嘅長刀就大大咁打擊咗明軍士兵嘅士氣。雖然明軍持刀奮力同倭寇拼殺，但係兩種兵器相對，倭刀居然能夠將明軍士兵連人帶刀咁劈成兩截。倭刀係日本刀嘅一種，刀身較長，使用一種含碳量極高嘅玉鋼整體打造，十分堅硬。再加上精心磨製，刀就變成咗鋒利無比啦。但係明朝軍隊人數眾多，出於成本嘅問題，一般嚟講佢哋嘅裝備亦都好簡陋，只有將領先至能夠裝備好刀。明代一般嘅刀劍最好嘅亦都不過係夾鋼。夾鋼係喺刃部加上咗一層鋼進行複合打造。大多數嘅軍刀仲係用生鐵鍛造而成㗎。咁樣嘅材質同高強度嘅倭刀相比，自然要敗陣。仲有明軍嘅腰刀比倭刀短咗一半，無論係長度定係重量都不如倭刀。同倭刀相碰嘅時候，好容易折斷。明軍雖然節節敗退，但係幸運之神仍然眷顧住明軍。戚繼光憑藉住一個機遇，出現咗柳暗花明嘅局面。喺1556年嘅8月，倭寇800幾人竄至浙江省慈溪地區，明朝官兵萬幾人抵抗敵人。但係倭寇根據以往嘅經驗，並未將明軍看在眼內，揮舞倭刀分3路衝殺過嚟，唔少佔咗優勢嘅明軍竟然抵擋唔住，紛紛潰退。喺明軍中嘅神箭手登上一塊高石上面，將弓發箭，幾個倭寇嘅頭目應聲倒地。
已經潰散嘅明軍重新咁結集起嚟。喺呢個時候，明軍由一個倭寇嘅頭目嘅屍體上，意外咁搜出咗一本刀譜。呢本日本刀譜就係日本古流劍術傳書《陰流之目錄》一卷，上面唔單止記載咗倭刀嘅形制同埋刀術，而且仲繪有詳細嘅圖示。知己知彼，先至能夠百戰百勝。戚繼光開始認真咁研究倭刀，同時佢仲總結出中國製造嘅刀用刀嘅傳統經驗同埋特點。喺商周時期就出現咗青銅製嘅刀，由於青銅質地較軟，多數咧係用作工具使用。直到咗漢朝，先至出現咗一種以鋼鐵製成嘅短柄長刀環首刀，成為咗中國鐵刀嘅始祖。喺冶鐵業蓬勃發展嘅漢代，環首刀造就咗一批英勇善戰嘅騎兵。佢使用局部吹火技術，刀身呈現條形，直且長。東漢魏晉以後啦，中國刀逐漸流入咗日本，並且俾日本改良，成為更適合作戰嘅銳利武器。所以當戚繼光得到呢一本日本刀譜之後，就好似天賜秘笈一樣，一場針對中國刀嘅技術改造開始啦。首先要增強刀嘅硬度同埋韌性，喺熔爐中煉出鋼、生鐵、熟鐵等唔同品種嘅鋼材，送到刀工手上，再入爐進行處理，並且熔鑄為條形。鑄劍師將加熱後嘅條形鋼取出嚟進行錘斷，伴隨住沉重嘅敲打聲，鑄劍師用大錘奮力咁錘打嗰條鋼條，往往一日揮錘2000幾次。喺一次又一次嘅加熱同埋錘打中，雜質由原料中釋出，鋼質咧就變得均勻啦。戚繼光提出鐵要多煉，人用純鋼。日本刀鍛造最大嘅特點係使用軟鐵做刀心，外包韌鋼。咁樣做程序太複雜，成本好高，唔適合大規模作戰使用。改造後嘅明刀採用刀刃夾鋼嘅方式嚟處理刃口，鑄劍師用百煉鋼做刀身，純鋼做刀刃，做到剛柔並重。另一個重要嘅步驟咧就叫做吹火，刀刃由唔同性質嘅鋼鐵組合而成。為咗充分觀察喺加熱中嘅刀色，操作咧大多數係喺夜深人靜嘅時候進行。咁當燒到所需要嘅熱度嘅時候，鑄劍師迅速咁抽出刀體，咁將佢咧放入水入邊，一時間爆發住響聲，水氣蒸騰。刀劍要喺水入邊上下左右咁震動幾次，加速冷卻，令到刀體嘅硬化。吹火之後仲要回火，咁當水滴上去可以好似圓珠咁滾動嘅時候，刀就能夠由火中攞出嚟，再慢慢咁冷卻，咁樣可以提高韌性。中國傳說中嘅寶刀利劍能夠削鐵如泥，鋒利嘅刀劍能夠喺戰鬥中盡佔優勢，所向披靡。正所謂寶刀一出，誰與爭鋒？究竟精心改良鑄造嘅戚家刀能唔能夠幫助戚家軍戰勝倭寇呢？請收睇下一節。嗱，呢幾把刀呢，就係戚繼光改良過嘅明刀，亦都被稱為戚家刀。同明朝傳統嘅腰刀相比呢，改造之後嘅呢種刀，由鋒利嘅程度、硬度同韌性上呢，都有咗大幅度嘅提高。由外形睇上去，佢同日本刀呢好相似嘅，弧度大，刀身窄，長1.3米，有助於同倭寇作戰。刀刃靠近擋手嘅部分呢較闊，一般呢有28到35毫米。喺弧線開始嘅地方整體收窄，刀體姿態流暢。喺用力揮舞嘅時候呢，就好似一條白虹劃過天空。倭刀係靠刀尖一般比較直，呢個係因為日本刀技法中刺激嘅需要。戚家刀嘅弧線完全係一個大圓弧，
喺砍同埋削嘅過程中，咁樣嘅刀枝會發揮最大嘅殺傷作用。戚家刀並唔似鍋刀咁樣削薄刀刃，而係喺刀背嘅兩個側面去薄，咁樣就可以減輕刀刃整體嘅重量，又唔會減少刀刃嘅強度，更加適應砍削。戚家刀嘅刀柄亦都根據實際情況而做咗改良㗎。日本武士通常係近身格鬥較多，日本刀呢，多數係刀柄向上彎曲，適應武士雙手用刀嘅需要。咁但係中國傳統嘅刀都係刀柄向下彎曲，咁士兵呢，一般都係一手洗刀，一手持盾。戚繼光考慮到士兵嘅需求，保留咗呢一個特徵。咁所以戚家刀既注意到整體嘅功效同埋製造成本，又考慮到中國作戰技法嘅具體情況，可謂青出於藍，非常適合戰場嘅格鬥需要。捉到鹿都要識得脫角先得㗎，咁好刀都要有好嘅技法相配合，先至能夠錦上添花，發揮整體效益。咁點樣掌握一把好刀呢？咁戚繼光又要喺刀法同埋戰陣上動腦筋，落啲功夫啦。喺戚家刀出現之後，戰場嘅情況咧並唔樂觀，倭寇兇悍猖狂，明軍嘅傷亡咧依然慘重。倭寇臨陣慣用雙刀，一長一短咁配合使用，雙方喺交戰嘅時候，兩刀相對進行格鬥。不過往往喺正面交鋒嘅時候，倭寇嘅右手咧暗暗抽出短刀，閃電咁刺過去，等明朝嘅士兵防備唔到。面對住倭寇詭異嘅刀法，必須創造一套新嘅刀法嚟應付。戚繼光由中華武術中吸取咗大量精華，又深入研究日本刀術嘅長處，編成咗一套戚家嘅新牖刀法，並且撰文成書。新牖刀法融合咗中日兩國刀法為一譜，係一次創造性嘅變革。戚家刀法成為咗扭轉抗倭戰局嘅第二個法寶。由帶刀、出刀、壓刀到掟刀接刀，戚家刀法閃轉騰挪，步法靈活多變。新牖刀法仲要求持刀者眼觀六路，睇到敵人出左刀就先睇敵人嘅左爪，睇到敵人出右刀呢就先睇敵人嘅右爪。呢個係由中國武術中借鑑嚟嘅一招，非常有效。戚家刀法一共有12勢。後面嘅8勢可以概括為邁射入洞、誘敵深入、克敵制勝。簡單嚟講呢就係埋伏、引誘、克敵3個步驟。呢個係戚家刀法嘅精髓，亦都可以從中睇到中國傳統兵法嘅影子。要想學好戚家刀，就必須學好戚家拳法。呢個已經係軍中公認嘅事實。戚家拳法被繪成圖片，編成口訣，發到軍中練習。咁拳嘅力度同埋靈活性，通過咗戚家刀得到咗延伸。武器嘅改良產生咗戚家刀，而戚家刀同戚家拳嘅結合，衍生出戚家刀法。呢個呢就好比如虎添翼，大大咁鼓舞咗明軍嘅士氣。喺台州沿海一帶，倭寇活動嘅範圍大多數係喺水田沼澤、道路崎嶇。咁抗倭寇嘅陣法呢，就充分利用到呢度嘅地形。戚家軍嘅陣法脫穎而出，倭寇行軍往往多則30人，少啦有2、3人結合成一隊，隊與隊之間相距1、2里，吹海螺為號，咁相互協同作戰。成個隊伍呢可以佔地幾十里，明朝嘅大部隊往往唔能夠圍攻。咁當倭寇同明軍對壘嘅時候，先派出幾個人喺陣前，誘使明軍亂放箭矢、火器。咁當明軍嘅箭矢彈藥耗盡之後，倭寇就開始發揮佢哋最擅長嘅近戰啦。倭寇喺作戰嘅時候呢，隨住線揮舞而行動，咁隊伍呢就好似蝴蝶飛行。被戚繼光稱為蝴蝶陣法。針對蝴蝶陣嘅小巧、靈快、兇悍嘅特點，戚家新軍採取以小巧制小巧，以靈快對靈快嘅方法。戚家軍嘅陣法將每12人編為一隊，為首嘅呢係隊長。
喺佢嘅後面跟住盾牌手，掩護隊伍前進。其中一個手執長盾牌，遮擋住倭寇嘅重箭長槍，而另一個呢就手執住輕便嘅藤盾，並且帶有標槍、腰刀，仲可以同敵人近戰添。咁喺隊伍之中呢，有啲戰士就手執住一種獨特嘅武器，呢個呢就係狼鱔。狼鱔係利用南方生長嘅毛竹製作㗎，選擇竹子中老而堅實者，咁將竹端斜削成尖狀，咁又留低四周尖銳嘅枝丫叉。每支狼鱔呢長3米左右，戰士可以利用狼鱔刺殺敵人，以掩護盾牌手嘅推進同埋後面長槍手嘅進擊。如果長槍手未刺中敵人，仲有短兵手持住短刀衝上去劈殺對方。手持唔同兵器嘅士兵呢，都係兩兩對應㗎，一隊又可以靈活咁分為兩隊。呢種陣法呢，亦都叫做鴛鴦陣法。鴛鴦陣唔單止令到矛同埋盾長同短緊密咁結合，充分發揮咗各種兵器嘅效能，而且陣型變化靈活，可以根據情況同埋作戰需要隨時變換陣型。喺1561年嘅5月10號，大批倭寇闖入咗中國沿海一帶，騷擾搶掠。戚家軍首次使用戚家刀陣，喺戚家刀同埋戚家刀法嘅神奇配合下，一舉殺敵3萬幾人。咁而另一支戚家軍又以1500人喺山林中伏擊倭寇2000幾人，以身鴛鴦陣向敵軍勇猛咁衝殺，咁令到倭寇全線崩潰。呢一年，戚家新軍大破倭寇於中國沿海地區，9戰9捷，咁令到倭患得到徹底嘅平息。而戚繼光領導嘅戚家軍就威震全國。中國嘅刀劍發展呢，歷經咗商周、兩漢、隋唐、滿清4個高峰，反映咗當時軍工技術嘅成就同埋兵器發展嘅最高水準。由漢代嘅環形鐵頭大刀，元朝嘅大馬士革刀，再到明朝嘅戚家刀，每一個時期嘅製作材料同埋工藝嘅更新，都代表住當時最先進嘅科技同埋生產力，係人類文明同埋科學發展嘅一個個里程碑。刀劍係文化嘅承載，唔同嘅刀劍具有唔同嘅歷史特徵，講述住唔同嘅故事。戚家刀就令我哋諗起一段抵抗外來侵略嘅歷史。戚家刀同以此演變嘅戚家刀法陣法，唔單止發揚咗中華武術嘅精髓，仲承載咗抗擊倭寇嘅輝煌業績。聖經中挪亞方舟嘅傳說呢，唔少人都好熟悉，但好少人知道喺遠古嘅中國，亦都曾經出現過類似挪亞方舟嘅故事。中華版嘅挪亞方舟究竟係點嘅呢？佢又有乜嘢動人嘅故事呢？請留意收睇下一集《玉石方舟》。